大家好啊，我係東莞藝文啊，今日嚟到東莞嘅東坑啊，喺賽龍舟啊，第一次睇東莞嘅賽龍舟，我哋將鏡頭轉過嚟睇下現場嘅氣氛啫。啊啦！都維持秩序嘅。今日爬爬龍舟又促進咗當地嘅經濟啊！幾多小販賣雪糕噶啦，賣奶茶噶啦，賣水果嘅，仲有人喺度玩航拍嘅。菠蘿3蚊一嚿。喂，那这宠物麻烦带出去啊！宠物不能在这里面的。手机更换50元方贴，手机更换50块起方贴。哎呀，好晒！走落嚟呢度啦。亦都現場亦都有好多阿 Sir 同埋啲義工喺度維持秩序。治安都搞得都唔錯嘅，相對 nice。係嘛？好嘛？不能爬的。個個都熱情高漲啊！咁熱嘅天氣。反正就係趁個熱鬧咯。大家都係等住趁個熱鬧過嚟睇下龍舟。咁我哋行落嚟睇下。咁我哋行落嚟睇下，相當之晒。啲小朋友特別高興啊！啲家長帶住，個個都攞晒手機出嚟拍。可以啊！
今日嘅太陽真係熱，又曬又熱，仲唔記得帶傘添。好曬啊！今日應該有30幾度溫度，行兩步周身汗。之但係都一啲都唔影響啲鍾意睇爬龍舟嘅朋友們嘅熱情啊！個個都攞住啲大傘細傘，有一家大口嘅一家人嚟，又帶住小朋友嘅。我哋將個鏡頭轉翻過嚟，睇下現場嘅情況先。我哋行翻上去啊！好曬啊！揾個地方陰涼啲嘅地方，咁搞法中暑添。端午節係中國傳統嘅節日，每年呢個時候都會賽龍舟。廣東、廣西兩港我哋過嚟呢邊睇下，今日有咩攤位賣咩嘢先？呢邊係一個公園，都係一個提供一個休閒娛樂嘅好地方。東坑嘅明月灣公園，平時禮拜六日啲人可以過嚟遊玩啊、釣魚啊、露營啊，一家大細都係一個唔錯嘅。有我哋嘅氣槍打氣球，有邊飲奶乳茶邊打麻雀。2、3蚊一杯嘅奶茶，都幾受歡迎。這家熱場係相當之多人，亦都好熱。個個都攞住啲傘啊，一家大細啊。收樓票錢熱唔熱好啊？陣陣嚟啊！大家我哋轉翻個鏡頭睇翻現場。哦。個個都曬到身汗㗎，嗰啲人。好久没见你啊！你上次哪里啊？
相當多人，好晒啊！游龍舟啊，唔係賽龍舟啊，我喺度打轉。賽龍舟咩？游龍舟嘅話，我哋行近睇下。入面魚雷啊，去共仔情，走啦！工作人員喺度祭祀啊，祈求今年風調雨順，財源廣進，國泰民安。呢隻龍舟就準備出發啦。哦，啲炮仗點咁耐都點唔着？哎呀，好晒，太陽晒到咩咁？好，周同埋呢一程三號山水。這一兩位我哋老表情打公證，歡迎老表。
今日天氣咁熱，一啲都唔影響啲人出嚟活動。一聽到有龍舟睇啊，咁熱都全部出動過嚟。而且今日仲係工作日嚟，唔係禮拜天。如果禮拜天工廠放假嘅話，更多人。水道，手機又快冇電啦，我充下手機電先。等陣再有啲好嘅風景再同大家分享。多謝大家點閱。哎呀，啱先手機過熱啊，自動關閉。哎呀，一身汗啊，搞到我哋落嚟睇下度，嗰度有水道啊。呢一個公園都好大㗎。今年就芒果、荔枝、龍眼全部大豐收啊！睇啲芒果全部爆果。啊，就睇下啲水稻，再遲下過嚟就全部開滿花啦！啲小朋友玩得幾開心，喺度放風箏。啲美女。休息咗個幾兩個鐘，依家終於冇咁熱啦。我哋繼續逛下呢一個公園旁邊嘅環境啊。我哋將鏡頭轉過嚟，好大個木瓜都熟啦，好似本地人種。魷魚，甘蔗，好多啊！走。木瓜樹，山水新天地啊！成嗰度係。呢度有一棵楊桃，芒果，到處都芒果。龍船花。熱茶，呢度環境唔錯，呢度環境，我可以喺度整翻杯咖啡，好多樹菠蘿。
中國古建築。潘屋城中村文化展示點，南浦公祠，祠堂，貧氏大宗祠啊！呢啲具有歷史文化。我哋行翻出嚟。呢度仲有個棚屋無線廠，哎呀，真沒得燒了，一看。嗰邊有棵許願樹。我哋睇下一個貧氏宗祠，本祠建於明嘉靖年間1547年至1557年，位於東莞東坑鎮棚屋村，乃御史潘世超秉承叔父潘禮舉恩的威墓興建，佔地約1.3畝，共分3進，一進大院是天井和樓廳，為春秋兩祭和開燈器慶歡樂之處；二進中央是演廳和禮堂，為議事和學祖之地；三進內殿是神龕，為供奉祖先神位之所。祠堂曾於清代光緒年間1924年和1984年3次重修，2004年被列為市級文化保護單位，2019年被列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。都有過百年歷史嘅。呢一度平時星期六日都吸引唔少附近嘅遊客過嚟遊玩。咁大嘅展示嘅，呢個喺度賣啲小食，睇下就好啦。呢啲基本上都係啲流嘢嚟，硬漢手物凍啊！有咩食啊？出去吃啊？好重哦，不好打，你要上厕所。吃完了，没东西拿，你拿走。太重了，口大，放包里面了，包里有啥？又没啥，把我口袋搞得厕所里面。呢度有一個好靚嘅公共廁所啊！相比起三哥嗰邊環境，實在中國做得太好啦。車呢？車在哪里？黄金脆皮烤肠，又香又脆的章鱼小丸子。喺度隨處都有奶茶，走過咁多地方，幾十檔奶茶，依家啲奶茶真係咁好飲嘅咩？幾蚊雞成本可以賣到15、16蚊一杯奶茶，量係相當之高啊！呢度有一棵許願樹，
便把我们的车。要行翻上去堤上邊先至揾得到車啊！嗰度唔可以上堤嘅咩？走嗰邊好過啦，呢邊仲有樹有人。一家大細幾開心，小朋友撩咗一條魚仔，睇到啲小朋友又想起當年自己細嘅時候，最中意就係去河裏面捉下啲小魚小蝦，芒果。咁我哋而家行翻上去大堤度，準備開車翻去啦。啲人幾舒服。哎呀，呢個仲帶兩隻鴨仔出嚟玩啊！好，今日就視頻就拍到呢度啊！多謝大家粉絲嘅訂閱，非常感謝。下期繼續同大家分享更有趣嘅活動，更好嘅環境。感謝大家。
拜拜。